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之前兩集分享咗長沙市內嘅美食街、夜市同埋行程安排。今集會同大家去距離長沙大概2個鐘高鐵車程嘅鳳凰古城。呢度可以體驗中國名城嘅歷史文化同埋古風建築，亦係欣賞自然山水、民族攝影同埋浪漫夜景嘅好地方。影片會分享一日遊嘅行程安排同埋有咩好食。而留返晚有咩住宿可以推薦俾大家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去片。沒光，我來，讓我這裡。呢就係鳳凰古城嘅吊腳樓，佢係依住咧沱江而興建嘅。來，走進來了解一下嗎？先生嗎？大家記住喺萬壽宮個碼頭度搭啦。喺長沙坐高鐵去鳳凰古城，車程大概2個鐘，車費200蚊左右。到咗鳳凰古城站之後呢，離古城都仲有一段距離嘅。呢度可以坐佢嘅磁浮觀光快線直達去古城，車費就28蚊位。至於 call 車過去嘅話呢，車程就20分鐘左右，車費大概25蚊。而一日遊咧要留意回程時間啦，高鐵尾班車返長沙咧大概夜晚9點半左右，假期咧大概夜晚8點鬆啲咧就要準備回程噶啦。鳳凰古城裏面咧係禁止車出入嘅，不過佢好多景點咧都算集中，同埋每個歷史古蹟之間嘅距離咧都算近。成個鳳凰古城咧主要可以分4個範圍去睇嘅。分別係古城核心景點、故居類、演出活動同埋城外嘅景點。古城嘅核心景點咧係免收費嘅，而故居類同埋演出類咧都係需要收費。佢同樣都有套票可以買，日頭遊船嘅話咧就128蚊，夜晚遊船嘅話咧就188蚊。齋坐船嘅話咧就會少咗40蚊。呢度咧都強烈建議大家咧揀夜晚遊船嘅活動，因為日頭同夜晚嘅 view 咧其實都差好多。而遊船有咩要留意呢？我喺後面再講。大致上一日遊嘅話呢，1至3時間上基本都係可以睇晒嘅。而如果打算瞓一晚，唔想咁趕嘅話呢，可以喺第2日去埋城外嘅景點睇下。嗰邊嘅祁亮洞景區同埋南方長城都係當地人推介去嘅地方。喺片尾我會再 list 翻1日同2日遊嘅行程同時間安排俾大家參考下。萬明塔原生係清代嘉慶年間嘅焚紙爐。根據當地湘西人嘅傳統，逢親寫有文字嘅紙咧，都係被視作神聖嘅，需要集中一齊去焚化。後來1985年經過重修，改名叫做萬明塔。塔係有22.98米高，係一個7層以6個磚石做結構嘅建築物。喺日頭睇咧，沱江會見到塔嘅倒影；而夜晚咧，塔身嘅燈光咧會開着晒，係鳳凰古城最靚嘅地標之一。虹橋咧係建於明代洪武7年。喺古代咧係用於軍事防線，下層嘅橋墩咧為咗抵禦沱江嘅山洪而設計嘅結構，而佢嘅上層咧依家已經變成咗好多唔同嘅商店。呢就係鳳凰古城嘅吊腳樓，佢係依住咧沱江而興建嘅。吊腳樓係清朝至民國時期嘅建築，佢係源於苗族土家族嘅傳統居住方式，亦都係湘西人一種雨水爭地嘅智慧。最珍貴咧係回龍閣呢一段。佢上半部分咧懸空咗，靠細長嘅木柱咧支撐喺江上面，形成咗獨特嘅吊腳景觀。夜晚喺薄霧同埋燈光下嘅吊腳樓咧都好靚㗎。北門碼頭係古城嘅水陸轉運站，亦都係以前居民咧攞水嘅地方。喺古代，一啲物資好似湘西嘅木材、桐油，都由呢度咧開始順流咁樣運到洞庭湖，而依家就變咗係上船遊湖嘅碼頭之一。跳岩係建於清朝嘅康熙年間，古代係用嚟連接沱江兩岸嘅主要通道。佢係由一排整齊嘅方形石墩組成，個闊度咧啱夠人行嘅啫。如果咁啱兩邊都有人行嗰陣咧，就需要相對側身而過。喺古時鳳凰人嘅記憶裏面咧，跳岩係相睇、社交同埋離別嘅發生地。雪橋係由著名嘅畫家黃永玉先生設計，佢喺2011年興建。佢喺呢度設計咗以風、雪、雨、霧為主題嘅4座橋，而
而雪橋咧係其中最具藝術張力嘅一座。佢打破咗傳統橋梁嘅厚重感，採用咗大幅度嘅雙層疊加拱橋設計。呢度無論日頭定夜晚咧，個景都係咁靚。鳳凰城牌坊係呢度核心區入口同埋歷史古蹟嘅重要點，亦都係古城入口嘅象徵。不過呢度就冇乜特別嘅，純粹係叫做到此一遊打個卡啦。總嘅嚟講，如果從湘西文化、歷史變遷同埋佢建築美學嘅角度咧去探索呢7個核心景點嘅話，係會體會到鳳凰古城佢嘅文化骨架。跳岩同北門碼頭可以感受到古人動態嘅生活，吊腳樓同埋萬明塔係湘西人靜態嘅寄託，虹橋同雪橋就係跨時空嘅歷史對話。呢度咁多個重要嘅核心景點，亦都係嚟到古城着住苗族服飾影相嘅好地方。沈從文故居係一座具有濃郁湘西特色嘅明清四合院，亦都係呢位文學大師嘅出生地同埋童年居所。故居展示咗佢嘅生平手稿、照片同埋一啲小說作品。呢度喺清朝同治年間興建，係一個結合咗穿鬥式木結構同埋烽火牆嘅四合院。洪熙陵係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國務總理。故居咧喺清朝道光年間興建，同樣都係一座古式嘅四合院。故屋咧都保留咗原貌，由堂屋、臥室、廂房同埋柴房組成。萬壽宮咧係鳳凰古城保留較為完整嘅古建築群，佢喺清朝乾隆年間興建嘅。傳統湘西會館建築同埋木石雕刻咧係呢度嘅特色，裏面亦都興建咗黃永玉藝術館，收藏咗佢好多珍貴國畫同埋版畫作品等等。崇德堂係清朝光緒年間由江西籍嘅富商裴守祿所建，不過去到嗰陣咧就維修緊，有機會再嚟睇啦。楊家祠堂係建於清朝道光年間，係屬於保護最完整嘅家族祠堂之一。佢呢度精緻嘅戲台雕刻同埋典型嘅清代建築風貌咧係佢嘅特色。東門城樓咧建於清朝康熙年間，係古城嘅4大城門之一。登上城樓咧可以俯瞰古城嘅石板路、灰瓦木樓同埋沱江嘅兩岸風光。準確嚟講，如果對湘西風情同埋明清歷史建築有興趣嘅話咧，呢個地方都幾值得嚟行下嘅。相見沱江藝術遊船係以沈從文編成嘅故事為背景，結合咗水幕、國風嘅動漫同埋光影設備嘅遊船活動，係鳳凰古城嘅重要表演活動之一。佢船票咧單買就每位148蚊，而遊船嘅時間咧就20分鐘左右。大家記住喺萬壽宮個碼頭度搭啦，但係咧要留意啦，佢係可以喺北門碼頭同埋萬壽宮碼頭上船嘅。如果喺北門碼頭上船嘅話咧，嚟到萬壽宮碼頭就會上岸噶啦。而喺萬壽宮上船嘅話咧，就會圍住成個沱江遊一個圈再翻嚟呢度。所以睇景豐富啲嘅話咧，就要留意翻喺萬壽宮碼頭上船啦。鳳凰古城有幾樣嘢食同埋茶飲咧，都可以分享俾大家。呢間滿食蝦餅係鳳凰古城嘅熱門小食，佢係用上當地嘅蝦仔咧現場即炸，個口感咧都好酥脆，配埋個辣醬咧就仲好食。喺鳳凰古城裏面咧都有幾間嘅，咁認住呢間咧先係正店。脆花苗餅係當地嘅特色傳統小食，佢係用野菜、豆皮、薯仔絲同埋酸豆角咧做餡料，加埋佢嘅特製辣醬咧，口感好豐富。呢間咧電視台曾經都有介紹過嘅，係湘西苗族特色嘅一種美食。茶飲咧就要試下呢間元羅羅，真係幾好飲。佢做法咧係將鮮牛奶用低溫慢慢去發酵，再配埋鳳凰城當地嘅米酒，同加入一啲新鮮嘅穀物咧去做。我就嗌咗佢新出嘅開心果味，飲落咧好香，同埋佢酸甜咧都適中嘅。同埋咧係飲到牛奶嘅滑，同埋米酒嘅細膩。呢間嚟到真係要試下。而另外一間翠茶咧都唔錯嘅，佢最大特色咧係有個竹簍造型包裝，味道咧就同平時飲開嘅差唔多。不過要留意，佢呢度當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仿商標，要留意呢個 logo 咧先係正店。而食正餐嘅話咧，就建議大家可以行翻出去鳳凰古城嘅餐廳度食，因為價錢咧會平好多。佢呢度嘅特色菜血棚鴨同埋酸湯豬手都可以試下，幾好食。至於住宿咧，今次就介紹呢間故里明月俾大家。佢行內鳳凰古城咧，只係幾分鐘嘅啫。
聽佢哋講呢，佢哋係唯一一間可以睇晒鳳凰古城全景嘅酒店。房間嘅設計都比較新式，同埋都算乾淨嘅。價錢一晚大概300至400蚊左右啦。不過如果好似住我呢間可以行出咁大嘅露台睇晒成個 view 嘅話呢，就大概700蚊左右。喺 Trip.com 訂呢，間唔中都會有優惠，有興趣可以試下。總括嚟講，如果打算嚟長沙玩3至4日嘅話呢，其實都好推薦大家嚟鳳凰古城。呢度可以見到好豐富嘅歷史建築、湘西文化同埋欣賞醉人嘅夜景，亦都係遠離都市、體驗悠閒古鎮風情嘅好地方。一連3集嘅長沙自由行呢，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喺 plan 行程上面呢都幫到你哋。有咩要問都歡迎隨時留言話我知。喺中國仲有好多地方呢，嚟緊都想分享下行程攻略同埋美食實測。大家有咩好地方介紹，都希望你哋留言推介下我。未訂閱我嘅 channel， 記得訂閱我啊！你哋嘅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呢，對我嚟講都係好重要㗎。好啦，今集嚟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下集見，拜拜啦！